基督為本基金係全香港唯一唔收費用、為成年晚晴人士完成心願嘅慈善組織。過去7年，基金已經為超過800個家庭完成咗心願，願願人士由20歲至102歲，當中超過90%個案由社福機構轉介。申請人嘅心願主要為4類。1、共聚天倫。申請人希望可以同家人一日遊，留下美好回憶，例如一家人去主題樂園，一家人齊整咁食一餐豐富嘅美食，或者拍攝婚紗相，全家福。2、印記傳承。一啲人生經驗豐富嘅申請人，希望義工可以為佢哋撰寫生命嘅小冊子，記錄佢哋嘅一生，以及將知識傳揚俾後代。最後一本傳記有12萬字，300幾頁，係一位與癌症搏鬥咗近20年嘅牧師嘅生命見證。3、舒心放下。部分申請人希望完成咗人生嘅遺憾，例如同人道歉、修補關係、重遊故居，或者同好友、鄰居道別等等。4、落葉歸根。基金義工隊經常協助申請人回鄉過最後嘅日子，同親友話別。每次為晚晴人士完成心願，基金會安排醫生或者護士義工陪同照顧，確保活動當日順利。此外，活動日亦都會有攝影同埋錄影義工參與。基金日後會為申請人送上相簿以及3至6分鐘嘅影片，將當日嘅美好回憶送翻俾願願者同埋家人重溫。近年，基金成立咗願願學堂，目的係透過各類型嘅工作坊、講座、活動，提醒公眾活好每一天，利用唔同嘅方法留住回憶。過去數年，義工團隊已經到訪全港各大長者中心、院舍以及偏遠地區，喺重要嘅日子為長者拍攝全家福以及製作精美相簿。有長者更加係4代同堂參與拍攝，創造溫馨時刻。基督為本基金係由基督徒成立嘅慈善團體，透過誠心所願圓願之旅，為晚晴人士如願。如果你想成為義工、捐助，又或者係轉介如願嘅個案，歡迎聯絡我哋啊！